2015年，台湾建立到超高龄社会，若是中职问题受关注，这延长中高龄就业的时间也变作是趋势啊。根据着这线工平台统计，去年伫咧线工软体注册会员的中高龄已经坐过青少年咯。不过平台也发现，讲愿意请中高龄的头家，干那3%尔，这显示着这中高龄找临时工的困境。拍开找工课网站，伫咧顶悬会当找临时的工课。51岁米拉莎原本是做业务，疫情期间伊才投入公司倒去开始做线工。不过因为年纪的关系，连临时工的工课拢真恶找，让伊真无奈。我应该说，假设我投了20-30件，大概有预约可以就是邀请面试的机会，大概就只有1-2件而已。2029年，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中高龄延后退休已经加做社会趋势。根据线工平台统计，45岁到64岁注册线工软体比例已经来到66%，比青少年搁较侪。不过，愿意请45岁至64岁头家，干那3%；愿意请23岁至44岁，却占79%。数字显示，中高龄就算干那要找线工的头路来做，嘛有难度。但是实际上面，目前社会都遇到的就是很缺工，然后少子化的情况。那我们其实就是建议说，如果能够就是在工作上面能够心态做一些调整，那其实就可以让这些人返回职场。客人他们就是顾客来说，他们比较有这个取向，像如果接到福伦社的长辈们，那我们就让更高年级的人来服务。不过有旅游业的头家讲，请中高龄的员工有真侪优势。根据伊的经验来看，中高龄的员工排班稳定、经验多，而且嘛较了解中高龄客户的需求。另外，线工平台嘛建议企业会当重新设计工课内容，建立更较侪适合中高龄做的工课，安尼唔但会当解决劳动市场欠工的问题，佫会当提升工作的效率。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。